暑假就到啦，呢一集會綜合6個中山同珠海主要嘅親子遊樂地方，包括珠海長隆海洋王國、今年最新嘅中山奶龍造夢樂園、中山歡樂海岸奇遇時光、中山紫馬嶺動物園、珠海星樂道露營小鎮同埋珠海創新坊。呢一集內容好豐富，請你唔好錯過啦！睇片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叫做 K 課加南。由加南歲幾開始咧，其實就經常來往深圳、珠海、中山呢啲地方去玩啦，所以其實都影低咗好多親子嘅好去處。咁特別係而家中山有間屋啦，每一次帶加南翻嚟咧，其實都會帶佢去一啲地方度玩嘅，所以就出現咗呢一集嘅合輯出嚟啦。就嚟暑假，好多家長咧都諗緊帶小朋友去邊度玩。咁而深圳就唔多講啦，因為深圳大家都熟悉啦，而家開始。咁我呢一集主要就講珠海同中山，我去過比較大型嘅親子地方啦。而繁花里搬咗翻嚟呢，咁佢呢個地方有咩俾小朋友玩呢？都好多嘅，一啲小公園啊、滑梯啊、做運動嘅地方啊、泳池啊嗰啲都有嘅，有啲少少嘅歷奇地方都有。咁但係要玩就梗係出去啦。咁呢一集都有少少特別嘅，就係呢會好鬆郁矇啊，因為唔好介意啦，有啲係以前拍落嘅片段啦，以前揸機唔好啦，同埋帶住小朋友呢，我都真係最緊要顧住佢安全啊，所以盡量拍嘅啫。一定會搖嚟搖去噶啦，大家唔好暈啊！好啦，第一個介紹呢，就係今年新鮮滾熱辣出爐嘅奶龍造夢遊樂廳。佢係位於中山嘅歡樂海岸奇遇時光樂園入邊嘅其中一個項目嚟嘅，咁啊好適合一啲細嘅小朋友玩啦，同埋你見加南着晒黃色衫呢，係嚟打卡都抵，因為係免費入場嘅呢一度。咁加南90cm 呢，其實都有好多遊戲呢啱去玩嘅啦，喺呢個奶龍樂園入邊。咁例如呢，就係呢一個好似海盜船嘅物體啦。咁每一個遊戲呢，係要再另外俾錢嘅，咁啊嘟佢嗰個 QR code 咧就付款啦，25蚊啊30蚊左右。咁佢遊戲咧唔平噶，所以玩1-2個就好噶啦。咁呢一個飛艇旅行咧，我以為係海盜船前後喐嗰隻啦，原來唔係，係直情係旋轉咁轉噶。我玩完之後咧都謝晒皮暈啊，媽媽都暈，咁啊比較小心啦。我建議唔好玩嘅呢個。呢個好似都要35蚊一位啊！咁另外有啲低齡版嘅旋轉木馬啊，有一啲萌寵樂園啦、星際樂園啊、精靈王國啊咁樣，有幾個唔同啱細 B 玩嘅地方啦。而入邊食嘢嘅地方呢，有麥當勞啊、KFC 啊、喜茶啊呢一啲都有嘅。其實呢個奇遇時光入邊係好大啊，所以我建議你哋咧玩完奶龍樂園之後咧，就要租翻一架代步車，40蚊係半個鐘嘅啫，好抵玩，同埋都開得幾快啊，幾好玩嘅呢一個，咁就可以環繞奇遇時光一周啦，就揸到去另一個還車嘅地點啦。呢個值得推介，30蚊係俾你試下揸車嘅體驗啦。咁啊，呢一集因為每一個地點咧得2-3分鐘，所以要講快啲啦。咁大少少嘅小朋友嚟到咧，其實都好多嘢啱玩嘅，因為奶龍咧只係其中一 part 俾細 B 玩嘅地方。去另外奇遇時光嗰邊咧，其實有嗰啲過山車啊、摩天輪啊、天空獵鷹啊，有啲3D 影院啊、一啲峽谷漂流嗰啲碰碰車都有。但係要留意啦，都係每樣逐項收費嘅，甚至大人都有嘢啱玩，不過逐項收費咯。好似佢嗰個礦山車咧，就40蚊一位啦。咁可以細 B 過嚟去打卡啦，主要都係奶龍嗰 part 係好靚啦，同埋玩頭先嗰個電動車啊，電動車40蚊係抵嘅。如果大家想嚟呢個奶龍造夢遊樂廳咧，住咩酒店？咁啊最推介都係希岸 Deluxe 酒店啦，或者喜來登酒店。咁商場咧就有大信新都會啦、興中廣場啊，或者旗杆公園啊。
係啦，記得去奶農商店買玩具，入邊啲玩具20零30蚊、40蚊已經有一大盒噶啦，好抵玩。咁趁呢個機會預告一下呢，中山喺今年有啲咩嘅新商場開幕啦。其實中山係一個發展得非常之快嘅地方，就唔係大家所想像係好落後嗰種。咁中山喺2025年嘅9月呢，就將會有中山嘅山姆會員商店開幕啦。另外就有馬鞍島灣中上城水街咧，就即將開幕。第三就係中山海雅繽紛天地，西區龍泉廣場啦，不過而家都係裝修階段。仲有中興義港匯啊，都係位於馬鞍島嘅。咁大家聽完之後係咪會發現呢？係完全冇聽過頭先所講嘅嘢？咁係因為全部都係今年開幕嘅商場嚟嘅。咁開咗嘅呢，就有中山南區嘅 VV Park 啦，呢個我自己都未去過，聽講都係好大啦，適合一家大細親子啊，運動休閒。而大家比較熟悉嘅呢，就係利和廣場啊、華發商都假日廣場啦、天翼星河 Coco City， 仲有中山萬象匯啦，其實非常之多商場大家玩。嚟中山呢，如果你話3日2夜親子旅遊呢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咁介紹完一啲新嘅遊樂場、新商場之後呢，我哋就講返以前去過嘅親子地方啦。咁首先第一個呢，就係中山紫馬嶺動物園啊。呢一度我係極力推介大家過嚟嘅。如果你嚟中山呢，未去過紫馬嶺嘅話呢，一定要嚟呢個動物園。入場費只係50蚊嘅啫，係好似迦南咁細呢，就唔需要入場費啦。長輩又係唔需要入場費啦。咁所以我之前同撒姨姨、張大叔同迦南嚟呢，只係需要買2張飛啊，100蚊一家大細呢，玩成個晏晝噶啦已經。佢開放時間呢，就係朝早嘅8點半至到5點半啦。入場票係50蚊啊，講多次啊，係平過深圳動物園好多。咁佢嘅中山紫馬嶺動物園呢，其實就同深圳野山動物園係同一年開幕啦。咁我冇記錯呢，佢好似係中國最後一個圈養嘅動物園嚟㗎。即係你去過野山動物園就知啦，冇呢啲籠韞住噶嘛。咁但係佢呢一度呢，仲係一個籠咁韞住啲獅子、老虎、大笨象嘅。咁如果細 B 呢，你想餵下兔仔啊、羊駝啊、山羊啊呢一啲都有，買一份好似係10蚊定20蚊咁樣。咁唔好諗住50蚊冇動物睇啦，呢一度呢，有長頸鹿啊、馬騮啦、大笨象啊、東北虎、白虎、非洲獅啊、丹頂鶴火烈鳥。咁大家發現呢，我係唔會跟片段講嘅，因為我想講多啲資料性俾大家聽啦。咁講多次呢一度嘅收費啦，詳細少少啦。咁係1.2米嘅以下小朋友啦，或者65歲以上嘅老人家呢，都係免費入場嘅。咁如果係60歲以上嘅長者呢，就係半價啦，25蚊。咁有時呢，你會俾佢個開門時間呃咗㗎，因為紫馬嶺公園呢係開7點，但係紫馬嶺動物園呢係開8點半嘅，記得唔好太早過嚟啦。咁佢門口呢有好多識飛嗰啲氣球啦，大家又可以買啊，10蚊20蚊有一大個好靚嗰啲氫氣球。而紫馬嶺公園呢，入邊都好多打卡位啦。如果係長輩過嚟呢，其實都好多去行啊、散步嘅地方啦，有得坐小船啦，有啲瀑布啊咁樣啦。咁佢有車呢，可以接駁到嚟紫馬嶺動物園，因為都要行一段時間嘅。如果你覺得係想舒服啲呢，可以坐佢哋嘅接駁車啦，好似嗰啲高爾夫球車咁樣嘅。咁紫馬嶺公園入邊亦都有香山書房啦，大家可以入去舒舒服服咁睇下書啊，飲杯嘢啦。小朋友可以去睇啲鯉魚啦，啲鯉魚係多到好恐怖嘅。咁OK 嘅，又係免費入場啦，買杯嘢飲係20零蚊啦，有一啲手搖嘅飲品啦，夏天都非常之需要啊。亦都講下香山書房啦，其實喺中山呢係超過107間呢一啲有歷史建築嘅地方，107間嘅香山書房，咁就等於中山嘅免費公共圖書館。
大家會發現咧，梗有一間係坐緊嘅，連繁花里入邊都有一間嘅。咁呢度就係坐船嘅地方。咁除咗頭先香山書房同埋動物園咧，其實紫馬嶺公園入邊咧，仲有一個小馬森林樂園咧，有好似頭先嗰啲咁樣啦，玩摩天輪啊、旋轉木馬啊、一啲小型嘅機動遊戲啦，都係逐樣買飛嘅，10零20蚊一位啦。可以玩一兩個嘅，我覺得，但係逐樣俾錢我就通常都唔會玩啊，去呢度比較貴。好啦，去到珠海就一定要去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啦，一個世界頂級嘅海洋主題公園，係全世界第8個最多人去嘅主題公園啊！我唔知而家係咪啦。咁啊，2014年嘅3月29日開幕。我哋當時咧就係入住馬戲酒店嘅，咁我就覺得係唔得嘅，呢間酒店好舊啊，好污糟啊，入到去咧係啲牆都俾人畫花晒咁樣，咁但係咧嚟呢個主題公園咧係 OK 嘅。咁最出名咧就一定要嚟呢度睇鯨鯊館啦，咁有海豚灣啊、雨林飛翔、極地探險、英雄島、海象山、橫琴海、海洋大街都係一啲著名嘅景點。咁我除咗鯨鯊之外咧，最印象深刻咧係白鯨啦，白鯨嘅表演啦，頭先播出咗。咁另外有呢度嘅煙花啦，夜晚放煙花好靚啦。夜晚5點亦都有一啲大巡遊嘅活動啦，同埋夜晚嘅7點3咧唔好錯過啦，有一啲海洋夜光大巡遊。咁大家除咗可以住喺長隆入邊嘅酒店啊，嗰啲馬戲酒店啊、企鵝酒店、長隆橫琴灣酒店呢一啲之外咧，其實住喺長隆嘅外園都係非常之方便，有啲200零300蚊嘅海洋主題酒店啊，亦都可以選擇啦，唔一定要住喺長隆入邊嘅。我之前嗰條片咧，其實都介紹過一間200蚊嘅酒店，天花板咧已經係印滿晒一啲海洋嘅圖案喺度，都唔錯嘅。咁提起珠海長隆啦，仲有珠海長隆飛船樂園啦，呢一個我就仲未去過，佢喺2024年嘅7月28日先至係正式開幕啦，我都好想試下去嘅，暫時未有時間，同埋我覺得夏天太熱啊。咁睇資料咧，就係話佢係有15大嘅主題區域啦，一啲宇宙行星咁樣星球去組成啦，而入邊就有400多種15萬條嘅海洋動物。而啱啱開幕咧，就已經攞咗一啲世界級嘅獎項啦，成為一啲最佳嘅海洋主題公園咁樣。咁有機會咧，就再介紹俾大家睇啦。佢入場費大概係280蚊啊，300蚊左右啦。好啦，跟住要介紹咧，呢一個係我好中意，去完一次之後咧，真係好懷念嘅珠海星樂道露營小鎮。你入到去咧，會覺得自己去咗泰國咧度假一樣。佢係坐一啲高爾夫球車咧，送你去酒店入邊啦。酒店房又好靚，酒店房都有唔同類型啊，有露營車嗰啲添嘅。咁但係我覺得適合秋天過嚟，因為佢出名咧就係呢一度係一個無動力嘅樂園。無動力係咩意思咧？係全個樂園咧都係人手去推動嘅。就算你玩一啲卡丁車咧，都係用腳踩嘅，用腳踩嘅卡丁車。好似啲旋轉遊戲啊，呢一啲咧，全部都係人力去推動嘅。咁小朋友過到嚟咧，係非常之開心啦，超級放電。我哋去嗰陣咧就暑假嚟嘅，真係熱到出晒水啊，成個頭可以 gel 起嘅濕度。我唔建議太熱過嚟嘅，咁但係夏天又可以游水啦。不過都係建議10月、11月嗰啲左右先好過嚟啦，秋涼啲，又可以喺度有啲螢火晚會啦，或者住露營車啊咁樣。我當時就住一間普通嘅房啦，好似一啲泰國度假屋咁樣嘅，係800蚊咧，已經包括咗酒店房啦，同埋門票啊，入場門票玩足2日，我都覺得係 OK 嘅，2日1夜啦，個門票都係2日嘅。你睇下佢就係呢個歷奇嘅城網啦，好勁啊！包你行咗上去咧，爬翻半個鐘先落得翻嚟。咁啲家長就喺下邊喺度等，好爽啊，玩電話啦。啲小朋友就喺度走嚟走去啊，玩城網啊、卡丁車啊咁樣，係抵玩嘅。特別適合啲大 B 啦，我覺得。加南嚟嘅時候係2歲，咁啊有啲嘢都未必係玩到。如果你小朋友係有翻8、9歲咧，喺度就玩到非常之開心噶啦。
即係你嚟到呢度呢，俾我感覺去翻我哋細個嗰個年代，冇咁多機動遊戲啊，全部要每樣俾錢嘅遊戲啦。呢度係全包嘅，啲遊戲任你玩，全部都係人手去推動，俾啲小朋友真係有得運動啊。夏天過嚟嘅話呢，記得帶埋泳衣啊，因為有得玩水玩沙嘅呢一度。跟住落嚟呢，就同頭先好大對比噶啦，呢個係珠海創新坊啊。頭先嘅星樂道呢，就係全部要人手推動啦，好艱苦嘅。但係嚟到創新坊呢，係全程所有嘢都有冷氣嘅。住宿都係連埋個商場一齊嘅，住喺橫琴海悅酒店啦，連住一個商場。咁商場入邊呢，就有幾個唔同嘅主題樂園啦，分開收費。咁有一啲酒店就有套票買咁樣嘅，我就覺得適合一啲細 B 嚟玩，因為如果大 B 呢，就真係會覺得比較悶嘅呢個商場。咁但係好適合一啲唔中意熱嘅媽媽啦，因為全部都係有冷氣嘅活動。咁我而家影嘅呢，就係一個國家地理探險中心啊，個名好似係咁，太耐啦唔記得啦。咁啊啱一啲細 B 啦，入邊就一啲教學主題豐富少少嘅遊樂場。咁另外大 B 呢，就可以玩一啲獅門娛樂天地啦，入邊有一啲 VR 嘅特效，一啲過山車啊之類嘅嘢。咁頭先所講嘅酒店呢，我就真係覺得又新又乾淨又靚，係值得住嘅。但係商場嘅餐廳呢，就選擇少咗啲啦，少咗啲有5-6間左右啦。我記得有食蠔啊，有潮汕牛肉啊，咁樣有啲德國餐廳啦，有啲賣衫啊，同埋夾公仔嘅地方嘅。咁我去嘅時候好似都年幾之前啊，當時好似商場都仲有好多店鋪係未開晒嘅。不過夜晚有一個奇幻功夫夜啦，有一啲燈光嘅匯演，嗰個就真係好靚啊！記得夜晚去睇，好似8點係咪呢？大家要睇翻資料啊，或者睇翻我創新坊嘅片段啦，嗰度會詳細介紹。咁呢度交通都方便嘅，喺香港呢，元芳啊、太子嗰啲都有直接嘅車呢，可以嚟到珠海橫琴創新坊呢一度。好啦，今集除咗奶龍做夢樂園之外呢，其實所介紹嘅地方呢，我之前 YouTube 都詳細出過片去介紹，有興趣呢，就可以搜尋翻啦，睇翻我之前拍過片啦。咁除咗以上啲大樂園之外呢，其實喺中山、珠海啲商場呢，好多呢一啲細嘅樂園，玩呢啲機動遊戲呢係好平啊，2蚊1蚊就可以玩到噶啦。而喺珠海印象城出邊呢，亦都有一個大型少少，有啲回旋木馬咁樣嘅機動遊戲咧，都係10幾20蚊，轉到你頭暈都未完啊！即係香港有時轉2個圈咧，佢係轉15分鐘嘅，非常之抵玩嘅。咁大家有興趣又可以去下啦。呢一啲我就唔詳細介紹啦，實在係太多地方都有啦。咁心急想睇中山片嘅朋友咧，預告一下啦，下一集真係去到攞紅寶仔嗰一集啦，攞紅寶仔啊，介紹下繁花里商店街啊，咁然之後又刷下淘寶咁樣啦。其實就仲有一啲電器家私開箱啊，準備中，因為我想拍攝得詳細少少俾大家睇下啦。其實都有2集準備會推出噶啦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大家咧記得訂閱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叫做 K 貨嘉南，呢一集咧有興趣記得分享 share 出去俾你要親子玩樂嘅家長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